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啦吓。今日咧我哋模擬坐船喎，OK 吓，有兩個技巧嘅吓，一齊試下做先。嗱，坐喺張凳上邊啦，跟住偏前少少坐下，做運動啊嘛，基本姿勢嚟嘅吓，OK 吓。好，伸直腰放鬆，我哋要跟住兩隻腳咧分開啲啲咁多就得噶啦吓。兩隻手咧你可以隨意擺，可以垂低，可以擺大髀度都得吓。好，第一個坐船嘅模式會點咧？你會覺得暈係咪？咁啊兩邊搖擺啦 ，OK 吓。嗱，如果你驚跌嘅話咧，或者你關顧平衡嘅話咧，最好咧就係扶住張凳啦。但係咧係輕輕扶住嘅啫喎，個身喺度喐嘅時候咧，模擬咧就係船啦擺動啦，係咪 ？OK 嚇，咁啊自己喺度喐個身嚇，咁啊得㗎啦。咁啊前後得唔得咧？前後都有嘅嚇，咁樣 OK 嚇。咁啊個頭咧就唔使特別去咁樣喺度晃嚟晃去啊，咁樣咧真係會暈㗎啦嚇。好啦，前後左右都試過嘅時候咧，咁可以打圈啦。係咪嚇？打圈，反方向，好嚇。呢個係軀幹嘅靈活地喐動 ，OK 嚇。咁但係如果你驚個脊椎嚇會有壓力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撐住，甚至乎自己挺住個身咧，咁樣去做咧，咁就最好啦。OK 嚇，個頭咧唔好刻意擺動喎，如果唔係真係暈㗎啦。第二個模式啦，我哋企起身去理解好冇？嗱，前後腳先撐起自己 ，OK 嚇，呢個嚇平時做開㗎啦。嗱，我哋直接行咗後邊先，我試俾你睇。嗱，如果都係嗰句，你驚失平衡嘅話咧，第一雙腳分開少少，第二手扶住 ，OK 嚇，就係咁嚇。如果能夠嘅話咧，咁你手可以離開啦。嗱，重點喺邊度咧？重點喺個頭呢個位置，空間唔好喐，保持翻呢條中軸線位置。咁我哋個身咧喺度喐咧，咁咧你就會見到咧個頭喺呢個位置唔喐，咁咧就冇咁容易跌嘅喎。嚇，係啦嚇。同埋冇咁容易暈嘅 ，OK 嚇，好嗱，呢個係坐船嘅運用嘅模式。我哋喺平時咧做咗啲訓練嘅時候咧，咁咧到時就識得點樣運作噶啦。好，我哋坐翻埋去先。嗱，前後腳跟住撐住自己，然後扶住坐翻低 ，OK 嚇。頭先嗰個模式咧就係模擬我坐喺度嘅時候咧，跟住個船喺度喐嘅時候，你個頭保持喺呢個空間咧，咁你可以容易處理到個暈嘅情況嘅，即係暈船嗬。好啦，今日嘅模擬嘅運動暫時到呢度先 ，OK 啊。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 ，OK 啊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嚇，將有需要嘅內容咧、有用價值嘅內容咧，分享俾啲朋友。